国继续交了咱台湾，咱国防部今日发布，中国一只无人机伫咧透早5:44，第一摆落入去咱东沙岛的领空4/0，这情势真紧张。符合国军第一级的条件，想袂到中国这个无人机伊咧飞的高度，伫咧咱防空武器射程以外，咱国军敢若会当用广播甲警告，无人机伫咧4分钟后才离开。 咱国位伫南海东沙岛有重要战略价值，互中共来注意到。国防部随即发布，查到中共监侦无人机早起就进入台湾西南空域，透早5:44头一摆进入东沙岛领空，紧张情势称悬，符合国军第一级的条件。无想到中共无人机飞行的高度位伫咱军的防空武器射程以外，咱方只有经由广播来警告，中共这无人机伫4分钟了后才来脱离。经我方以国际频道广播警告。 在5:48时脱离，共军此种高度挑衅、不负责任的行为，已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。国军批评共军对咱真大挑战，违反国际法的规范，一定要受到谴责。也若中共无人机近年来侵扰金门、马祖这离岛，军方提出反制，要部署反无人机系统。不过，中共即摆无人机真罕的直接来到东沙岛领空，外界认为讲，中共操作这个无清楚地带侵扰，对台湾施加真大压力。 包含反制无人载具的能力必须要具备，或者是增加我们的无人载具的这种刑侦说的能力，或者是反制的能力。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在跟在野党好好的努力来去磋商。国防部来公布，中共无人机飞行高度也引起一注意。学者部排除中共派出会使稳定航行的 BZK-005，也是 TB-001，这类无人机具备侦察甲打击，因发动特色，人方一定要提高警觉。 如果可能地面上有这样的部署、这样的部队，它可能不具备这种中高度的防空能力的话，那对于这样的部署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。有这个多余的这个防空系统的话，这个可能在那边那个加强配置，或者说也许海军那个增加派遣这个具有这个防空侦测能力的舰艇哈，那个强化在这个边的巡逻。中共侵扰台湾唔拿即站，国防部讲一天查到共军侵扰台湾本岛，总共掌握中共军机26架，结合共蓝8架，公布船1架出现伫台海。 另外，中共透早发射运载火箭，经过咱防空识别区，国军是严密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